今天帶大家看下公司的工程進度，行程有點遠，先入門遊先。第一站，我們來到西貢小泉洞，客戶選擇我哋的全包套餐，套餐包含全屋打拆、全屋換窗。工程進度：打拆完成，水電完成，換窗完成，申請單上轉3箱完成。跟住我們來到2樓看看，呢度間隔開2個房間。2樓整咗個特大玻璃窗，擴展視野的同時也提升了通透感。來到浴室，呢度砌咗個浴缸，手工定製，到時會鋪埋磚。跟住我們上3樓看看，天台會做埋防水外牆油漆，以專業的工藝築牢建築防護線，從根源杜絕以往天台漏水、牆面脫落等問題，為業主打造一片舒適的理想空間。第二站，我們來到嘉賓大廈，這個工程現在在拉緊電線，這些是我們的2.5電線。跟住我們來露台看看，設計師設計，將露台打通，瞬間擴容了實用空間，採光通風翻倍，空間利用率飆升，讓房屋秒變通透大平層。跟住我們睇睇另外的位置，設計師幫業主設計咗個衣帽間。工程狀況：打拆完成，電力工程正進行中，全屋共3房3廁。跟住我們來到陽台，這裡有個摺疊窗可以推上去，告別了傳統窗戶的視野局限，讓室內外空間無縫連接。顏值以實用的同時，給家增加了更開闊的生活體驗。我們公司裝修項目包含全屋瓷磚、全屋門鎖、全屋家私，真正做到讓業主慳時慳力。第3站，我們來到旭成大廈，這裡是個廚房，跟着客廳。工程狀況：水力工程完成，電力工程完成，間房完成，批檔完成，等待鋁窗和瓷磚到。第4站，來到我們公司啱啱租的新門市，呢度會有更多齊全的選擇提供給客戶，我們都非常期待門市的來臨。第5站，我們來到黃埔花園，這個客戶選擇我們的家私定做工程，已經復完尺。工廠正在加急生產中，每一處細節都在精心製作。我們用心打磨生產每一步，只為交付給業主一個滿意的家。第6站，我們來到長日樓的一個單位，客戶選擇我哋的新公屋居屋全包套餐。工程已經進入收尾階段，各項施工工序正按計劃推進。我哋公司會全力落實每一處細節，嚴格保障工程的品質與質量。第7站，呢度都是長日樓的一個單位，這個客戶同樣選擇我哋的新公屋居屋套餐。呢度已經完成工程，客戶已經搬緊，裝修期大概2個月10天左右。第8站，我們來到東湧日東一個單位，工程狀況：水力完成，電力完成。呢個工程現在在鋪緊磚，我們公司運用的瓷磚堅固耐用、簡約但不失設計。我們用自然的觸感和紋理，幫每位業主打造高級時尚的家。第9站，我們來到天水圍平恩苑，工程狀況：打拆完成，水力工程、電力工程正進行中。咁快已經天黑了。我們來到最後一站浪翠苑，工程狀況：打拆完成，水力完成，電力完成，換窗完成，準備鋪磚。跟進完手頭的工程，返到我們在旺角上海街的門市，我們門市樓上樓下有好多商品展示。依家給大家展現下門市的商品。
以上片段係匯報一下我哋現時手上還在進行緊的工程項目。多謝各位選擇和相信我哋公司的客戶。我哋憑着一口價一個家嘅理念及為每一個客戶度身訂造方案，為前提下提供優質的建材給客戶選擇，務求令到客戶喺慳時慳力的情況下擁有一個理想的家。視頻有點長，多謝大家的觀看。